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我係天河啊！終於抽得贏第三關啦，真係全靠隻超四比達。好彩我抽到比達啫，抽埋比達，真係好屈機。等我 DK 埋張超四比達咁啊，可以去打下最尾嗰關啊！反而真係悟空啊，反而係爭啲喎。悟空啊，純粹一張大炮，因為其實呢隻 game 大炮啊，好多張都係啦，杜拉格斯啊大炮Black 啊、桃紅嗰啲全部都大炮。大炮就即係太多啊嘛，思路再加神悟空又係大炮大話。但呢隻 game 真係太多大炮，所以反而防守卡啊比較實用啲。比達真係好實用我頭先攞去頂咗兩次 beat 啊！爆 B 揾佢食被閃咗兩次 B， 仲有佢大幅減防啊嘛，仲要又神盾喎，人打埋嚟啊！如果 DK 埋嗰張嘅比達打埋普攻打埋好似打得幾十，所以真係好屈機呢張比達。好彩我抽到咁啊！睇睇我陣容就用呢個陣容打啦。其實我覺得我左下角呢張人造人係可以換咗佢，因為啲成日都爆唔到 B 嘅，係咯。睇下等我 DK 埋將 L 變成 LR 再睇下點樣執啦同埋 DK 咗張比達。好係加好友嗰度係咯，如果再想加我就喺下邊留言啦。好咁啊，下次打埋第四關就再係咯拍片啦。好啦，記得訂閱我。好，中意呢條片俾個 like 我。好，拜拜。